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大尖，同大家講下六合彩啦，又可以。上次咧就係800萬咧冇人中嘅，因為係2+4嘅組合啊，即係得2個係十期內，4個十期外，咁呢啲咁嘅組合咧通常都冇人中噶啦，咁所以咧就帶咗個多寶落嚟今期啦，咁今次預計派彩1200萬元啦。上次嘅即係預計嘅結果咧就麻麻地，不過咧就通常即係遇到幾期咁樣咧，又會有一期咁樣甩甩嘅，即係同呢個賭仔係唔係好貼切啊？時不時會有咁樣嘅情況嘅，即係突然間洗牌咁樣啦，即係我姑且叫做即係一種洗牌。即係預測六合彩咧，咁冇可能次次都中噶嘛？如果次次都中嘅話，你就唔係六合彩專家咯，你就係神仙咯，即係預言家咯。咁我自認咧就未到呢個 level 嘅，未係印度神童咁勁嘅，哇！即係貼到晒咁樣啊，即係冇可能嘅事。咁我都係一個大範圍嘅一個趨勢嘅預測嚟嘅啫。唔保證每次都得嘅。但係咧，即係 so far 預測落嚟結果咧，一定係高於平均水準之上。今次咧就精選咗呢一批號碼啦。睇下結果如何咯。我特意咧就冇貼到呢一度，即係呢個我預期係一個孤島先啦呢度。特登唔要佢。反而着重於前邊呢度。然之後啦，呢兩個箭嘴就係即係呢個大島啦，呢個好明顯係一個大島啦。睇下會唔會填咗呢啲窿窿咯？即係如果25號、27號有嘅話，咁呢啲窿窿就填咗噶咯。即係29、30都係啦，即係呢啲窿窿都會填咗。以六合彩嘅歷史嚟講啦，好多時都會食到呢啲位，大家注意下。即係21號啊呢啲，睇下上邊。即係呢個就係好個人嘅運氣啦。始終六合彩係要即係好多個組合啊，1300萬種組合，即係超級難中啊！你要一注中，即係超級難。後邊都係啦，都有啲窿窿，即係呢兩個窿窿啦。佢睇下會唔會即係塞住啲窿窿。呢個箭嘴亦都係啦，即係一啲近期嘅趨向啦吓。或者呢個應該咁樣扭先啱嘅，咁樣咯，即係咁樣比較接近啲嗰個搞出嗰個方法。今次箭嘴少啲，但係個範圍都大，因為攤開咗，即係俾呢3粒攤開咗。呢一度都係即係重中之重啦，呢個賭仔同埋中間呢個賭仔，即係攤開咗。大概咁樣啦。1200萬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即係10蚊玩下嘅。如果800萬好似上期咁咧，我個人真係唔推薦，即係除非好有靈感啊，突然間可以咁先玩咯。慳翻啲注數啊，去翻啲超級多報道啦，可以。好，今次講住咁多啦，即係冇乜特別，即係一啲低彩金嘅期數啊。可以大家即係參考下啦，即係或者觀察下咁樣啦。留到大彩池，再嚟重點分析啲大彩池。今期係會員篇嚟嘅，因為唔超過1500萬啊嘛，嗰個預計派彩。如果超過預計派彩，即係超過1500萬嘅，係要做會員啊，付費會員先可以睇到呢啲片啦。付費會員咧就係 K 床嗰度。即係58蚊一個月，其實都適合一啲即係投注得比較多嘅即係朋友嘅。如果你投注好少嘅，即係買嗰10蚊、20蚊嘅，其實做唔做會員都得啦。即係買咁少，咪純粹試下自己運氣啫。如果即係想贏多啲嘅，即係會投注啲複式嘅，歡迎即係加入我嘅會員啦。就好啱你啦，就係咁樣，就睇下呢期嘅結果又如何啦。我哋下期再見，好，拜拜。